八字作為東亞命理學中極具影響力嘅一套體系，自古已經承載住對人生起伏、吉凶禍福嘅預測慾望，以出生年月日時四柱天干地支組合而成。八字猶如一組宇宙時間戳記，被認為蘊含住個體命運嘅基因密碼。不過，從靈性與哲學嘅視角嚟睇，八字並唔係全然中立。佢所預設嘅係命可以被預算，運可以被規劃，人可以被拆解為宇宙能量場中嘅一組編碼。人喺八字面前唔再係自由意志嘅實踐者，而係某種時辰與元素結構所決定嘅載體。喺出生嗰一刻，命運即已傳封，未來彷彿只係呢組演算法嘅展演。咁樣嘅邏輯深具魅惑，佢提供穩定感、因果感、可預測性。佢使人喺唔確定嘅世界中獲得一種睇見自己嘅幻覺。但正如所有古老嘅靈性技術，佢哋都有深藏危機，一種看似知命，實質係自劃界限嘅靈性陷阱。若人終其一生只係以命格為依歸，便極可能落入撒旦所精心設計嘅模仿性秩序。佢唔會強迫你否認神，只需要讓你以命理代替神，以排列組合取代聖言嘅光照，以分析運勢遮蔽悔改與更新嘅召喚。佢讓人相信我本如此，故無需改變；我生如此，故無用追問真理。誠然，八字能夠反映自然節律與宇宙秩序嘅部分面向，猶如一面鏡子映照某種結構性可能，但鏡中之像終究唔係真正嘅自己。人喺命理中尋索方向，無可厚非，但若果將佢視為靈魂命運嘅全貌，就係將自由意志交託俾星神與干支之手，而唔係嗰位創造星神、掌管歷史並以愛召喚人心嘅神。對八字嘅絕對信任，可能使人唔將命定視為命令，唔把預測當作啟示，而忘記咗真正嘅呼召係從嗰位超越時間嘅主而嚟。真正嘅信仰唔係接受命格，而係喺每一個命定嘅坐標中，仍然選擇回應嗰個唔被天干地支所規範嘅愛。